走，我们散步去。真恶心，恶心死了！干嘛？叶佳，我陪老婆散散步吧。你要再说我是你老婆，就要了你的命！你要我命还是要我命根子啊？你现在怎么这么调皮啊？老婆生气了，别生气嘛。走，我们散步去。真恶心，恶心死了！干嘛啊？叶佳，叶佳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两位好，这边请。小姐你好，看一下喝点什么？橙汁。先生您呢？长岛冰茶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小凤，你和李欢到底什么关系？只是合租的关系。那我弟弟为什么老叫你大嫂？李欢总是开玩笑，我估计叶波误会了吧。我正准备找房子呢，马上就要搬出去了。严嵩，我饶不了你！小姐，您的橙汁。好，谢谢。两位慢用啊。您好，几位？我找人，请。你来了，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真是好久不见。是啊。点东西了吗？已经点过了。小凤，这个好特别啊！把这个拿好，他会保佑你的。叶佳，叶佳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叶佳。小凤，我想静一静。那我陪你坐一会儿。
是吧？好看是吧？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。家业，叶家他不理我了。是我自作多情，他不是我的家业，我的家业对我永远不会那么冷淡。我不要叶家，我要你家业，你回来，我好想你啊！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我的真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我是孤魂野鬼，整夜就在街上闲游。啊，去哪儿干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我老婆，你说你夜不归宿，我担心死了。这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我这人嫌狗烦的样子，坏人都懒得理我。好吧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